大家好，我係李行姐。今日我哋要做捏捏，你都知道點樣做嘅吧？首先咧，我哋要剪8個正方形出嚟喺白紙度，然後咧我哋咧就用膠紙啊，一定需要棉花㗎嘛做捏捏，係咪？如果屋企冇嘅話，去屋企買。最需要顏色筆可以去畫圖案嘅，如果你唔想畫嘅都得。然後咧呢個就啱啱整嘅自己可以畫圖案，就捏。咁樣捏啦，即係一定要用膠紙黏住啊，咪咁樣就會鬆咗啦。依家開始整啦。首先咧，用呢個砌咁樣嘅圖案出嚟，正方形嘅呢一邊長方形。首先你要兩個搭埋嚟一齊，用佢黐住佢，用膠紙，唔好撕太長。喺後面黐，從後面黐會更靚咯。我建議你哋啫，如果你哋唔想嘅話都可以。如果呢度突咗出嚟嘅話，你可以將佢接入去一個位，就可以咁樣大概咁樣擺過嚟呢度，咁樣都會更好效果。然後依家呢度就攞呢個出嚟啦，咁樣啦，咁樣黐住佢，都係唔好撕太長，每次份量一樣多就得㗎。如果你唔想整咁大嘅話，可以冇人講嘅，冇人講你大小，將佢黐埋嚟，就咁樣啦，大概一直線，然後將佢向呢邊接一啲。然後再用呢啲紙包住呢個位先。應該用，唔可以太大，又唔可以太細。Sorry。呢排天氣凍啊，你哋都着翻啲褸好啲。我冇着褸。如果你哋夏天睇一部影片嘅話，真係對唔住。我真是幫不了你，這真的不關我事。OK，然後依家咧就用呢個，然後擺過去呢度遮住。唔係，其實你都唔需要嘅。如果想要嘅話就理得你。不過你都可以，如果你唔想咁樣嘅話咧，你就咁樣捲一個窿就得啦，然後黐埋佢。我阿哥想要一個 Luffy 嘅，所以我而家就要整俾佢。大概咁樣圓柱形，算正方形嘅話就自己整同樣嘅方法。正方形就將呢度合埋一啲啲，咁樣。三角形咧，三角形有啲難整，所以你應該想咁樣攞三角形。然後依家遮喺上面，遮上面啊。OK， 都擺喺呢度咁樣，然後用膠紙黐住。而家我阿哥同我阿媽都想要，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辦啊！咦，嗰嚿嘢咧跌咗落地，好邊㗎啦！最重要嘅係咩？要塞一嚿棉花，可能就會唔會咁圓咯，兩嚿就會好一啲。我所建議大家啫。
都唔使去學我嘅特登。依家我哋咧去就咁樣貼住啦，貼住佢先。拍嘢。這是我的媽媽。我有塊雙眼皮。請細聲啲啊！就咁樣，我剪一個盒仔。然後咧，依家要黐住嗰三邊啦，黐埋第二邊，然後那個啲一定要長一啲先得嘅，唔可以太短，又唔可以太矮。然後依家要擺棉花，最重要嘅棉花嘛，塞入去，就咁樣塞咗個棉花。如果你覺得唔軟嘅話咧，可以塞多2嚿，可以塞2嚿入去。不過可能就會擠迫一啲啦。哎呀，我整咗一個圓形嘅今日，因為啱啱嗰啲都係正方形嘅，你有冇睇到？正方啱嗰啲，所以都要整一個圓形嘅。然後依家要黐埋呢一邊，呢度黐完啦，然後再黐呢一邊。快啲啊！唔夠時間。你可以整其他形狀，我冇批准，我冇講，你要整咩形狀不關我事。好吧，現在這裡來吧。這裡有誰是朗誦班的啦？我是朗誦班的，真的，我在學校。普通話好的啦，好的很。我放咗2嚿棉花，你放幾多嚿都得嘅。其實 Luffy 啊 ，Luffy 點串？我唔記得咗。你梗係唔可以上網查，因為我用緊手機。Luffy 呢啲難畫。算啦，冇聽我阿哥講，我就整俾你哋呢位咁多位嘅觀眾啦。畫個哪吒都得啦。先畫一啲簡單啲啦，我畫一隻豬豬啦。豬係肉色嘅，就需要黑色呢兩種顏色就可以畫嘅。我個人比較中意有圖案嘅，因為咁樣就唔會好似冇氣色咁樣。以我個人嚟說啦，唔使跟我畫。哎呀，呢支用呢一邊唔得，呢個要用丙烯馬克筆。如果係水彩嘅話，建議你哋多嘢嚟佔住佢啲咯。太實啦呢個地方。
哇！呢個豬鼻，豬臉咧，我哋嘅豬臉咧，豬臉都未話。人流管制大三巴。鼻，然後而家又要畫多隻眼睛，然後畫個三幾個，像。你們覺得可以嗎？這個可以嗎？這個可以嗎？從來不敢想象哦。好啦，今日嘅呢完成啦，拜拜。你哋覺得邊個整得好啊？邊個整得好？唔使話俾我聽，都唔使打喺嗰度，因為留言嗰度已經停咗㗎啦，唔可以再打㗎啦。自己喺心度講俾我聽，自己喺心度諗啦。喺心度諗完之後咧，你就唔使講出嚟嘅。第時話唔定有啲影片會開留言，所以咧，可能你就如果係其他影片嘅話咧，你可以打喺其他影片度，例如 short 嗰啲都得。我都會係嘅，我會記得我做到咩嘅。就咁樣啦，拜拜。我嘅呢完成啦，幾好呢？好啦，如果你哋想買棉花嘅話咧，請你哋自己去買啊！我有咁多棉花棒。今日就到呢度啦，拜拜！記得訂閱我。我嘅訂閱者停咗喺113位，不過都好多謝你哋，從17位咧，然後從27位啊，然後咧我哋過咗冇幾日之後咧，就變咗發現我阿哥咧就變咗我個頻道變咗80位訂閱者啦。然之後咧另一日就睇100位，然後就有拍影片嘅慶祝我100個訂閱者，我刷point兒卡。然後咧，依家去到多咗13個訂閱者，就叫做很謝謝你們咯。我會弄更多捏捏給你們的，拜拜。